花市在地新闻，后来乡亲啊，搁9天后礼拜六就要投票咯。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今仔日伫全国各地路口、东部来展开着拜票的活动。蔡英文甲赖清德是分别到台北市、新北市，甲候选人加油鼓励，嘛为总统票甲政党票全力来催票。啊，面对一个搁一个小党可能会分散着政党票，蔡英文是希望民众投票一致，互民进党达到国会过半的目标。元气十足喊口号，2020第一日上班日，蔡总统出伫台北街头。1月11回家投票。选战到最后啊，民进党伫全国路口拜票大作战，蔡总统原本要伫街路陪台北市的8位立委候选人甲民众讲早安，不过考虑到维安，嘛避免尖峰时间影响到交通，该做到场为候选人加油，嘛向选民发声。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选民能够珍惜这个民主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的行使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大家还是能够把时间空下来那1月11号去投票。现场来买酒市中的支持者炸旗表达支持。早安，你好。另外一头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徛伫新北市的街头。经过民众嘛一手回应，讲到立法院去年底通过反渗透法，遭受南亚强烈的批评，赖清德再次解说。只有渗透的行为，同时又有违法的行为，那才有可能触法。而且是不是触法，要交由法院来审判，并不是由行政单位来说了算。捍卫主权提出成绩，搁再加上密集的拜票活动，最后阶段全力拼大选。